来关心天气，明仔载呢，就是24节气当中的大寒。气象署是提示讲，这冷空气落南，下暗开始，这北部甲宜兰就会明显来降温啊。因若这方面呢，这雨嘛会加较粗，尤其是拜三到拜五这段期间呢，就是上介寒的时阵，部分地区恐惊是春无10度。北部的云真高，空芳透小寡日头光是真舒适的天气。不过刷落来要变天啊！气象署提醒，拜暗时开始受到强烈冷气团落南影响，温度会变低，加上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东半部和恒春半岛落雨的机会会增加，愈暗雨会愈大，半暝啊可能会闪大雨，而且雨会一路落到拜五。桃园以北甚至新竹以北地区，一直到东北部地区，在未来的2到3天，降雨的情况是比较持续的。另外，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，转台一路大降温，时间对拜二开始早暗低温，中南部以北和宜兰大约伫咧11度至14度。拜三到拜五是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上强的时间。气象署提醒，到时北部、宜兰、广阔地区以及外岛，可能会出现8度至10度的低温。那中南部嘛真寒，低温伫11度至12度。尤其是礼拜3、礼拜4这2天，在北台湾全天天气都是相当的冷哦，高温可能也是只有14度附近。那在这一波冷空气的影响之下，到了礼拜3、礼拜4，各地的高温大致上可能也都不超过20度。因为最近有到温度夜低，气象署提醒拜三、拜四天光北部、宜兰2000公尺以上，以及中部、花莲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，拢有机会落雪。气象署预估这波强烈冷气团爱到拜6才会减弱，提醒乡亲这阵爱穿雨衣，避免感到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